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9例本土病例，有7个带病入境，9个本土病例拢是甲新北市幼儿园确诊老师有关系哦。幼儿园内底有8个囡仔，佮1个家长患着病。但市长嘛宣布讲，9月7佮9月20继续维持2级警戒。上天要禁止卖卡票，也毋过座位是会使坐好满哦。另外，即马嘛开放18岁到22岁民众会通来做头一剂 AZ 疫苗。详细进行来遐指挥中心伫下晡上盖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有9例哈，那都在新北市。那在原来昨天的那个被确定病例的的老师的幼儿园里面。被验出来，境外移入的有7例9月7号至9月20号，那维持2级警戒。双铁里面在不发站票，那但是呢没有站票的可以坐满了然后对于这个游览车我们把核定的座位数本来是5成或是20人，那现在变成是以8成为上限。那进来我们对16119、16120、16122这3种也都定序完成，这也是 Delta。不过它的病毒株的序列并不相同。7月19日前已经医院登记选择 AZ 满18岁至22岁的民众，然后另外是9月10号以前已经间隔跟第1剂的间隔满10周以上的那也可以来接种第2剂。那开放预约的时间是9月10号10时到9月12号12时，施打的时间是9月15号到9月23号。那么我们是从9月23号开始进行校园集中的接种。再来看指挥中心嘛公布讲，中营3个技师拢是为着 Delta 变种病毒，专家是建议讲应该先互老大人拢先做好第2剂疫苗来提升保护力。另外，民间每个要送互咱政府的辉瑞 BNT 疫苗，顶礼拜头一批93万剂送来台湾。指挥中心表示讲，中秋节过了，会先互高中生佮国中生来做。也毋过，医师嘛提醒哦，国外研究显示讲，青少年做 BNT 会出现心肌炎，嘛有一寡副作用，家长就爱特别注意。中央技师就病防部继续探烧，其中1个人确定是感染 Delta 病毒。有医师认为 ，Delta 病毒伫全球流行，各种疫苗保护力只要拄到 Delta 拢会下降。国内疫苗政策从第1剂注射率根本就是假公平，因为病毒本身就无公平。年长者着病了后，重症甲死亡率拢是比少年人较悬，所以建议应该优先予高龄长者注好注满2剂疫苗。这些高龄的族群，那他们可能大部分有很多的比例，6到7成都是施打 AZ。那他们如果打完之后，对于 AZ 没有特别大的副作用，那当然我们还是会希望这些族群能尽快的施打到 AZ 的第2剂。9月13号以后满这个10周以上的那都可以纳进去了。当然还是主要以长者为主要啦，就是75岁以上的。另外，顶礼拜头一批到货的93万剂辉瑞 BNT 疫苗，预计中秋节过了后9月23起伫校园注射，为高中生开始往下面注到高中生。有医师警告，国外研究显示，青少年自 BNT 了后，男性出现心肌炎的比例较悬，而且嘛要注意女性集体心giảm的情形。这些晕倒的人，几乎以前都有，就是很怕打针的一些病史。本来就很怕打针的。对，这个心理因素很大那我觉得，特别是年轻女生，她们在美国那个研究里年龄中位数大概是15岁的女生最容易发生。医师提醒，心肌炎有3大症状，包括胸坎郁、胸坎痛、心律不整、血压下降、头晕等等。青少年做完疫苗了后7天内，若出现这款的症状，一定要赶紧就医。另外，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时碧指出，英国上证研究发现 ，AZ 拄到 Delta 病毒抗体下降的速度比 BNT 慢，保护效果也比 BNT 好。专家建议民众唔通伤顾及疫苗的抢牌，有疫苗就赶紧做，以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
新北市有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有做过一剂莫德纳疫苗，也毋过哦，因翁胃着病，伊嘛伫隔离的时阵验出病毒。幼儿园停课14天，嘛考出42个囡仔甲10个教职人员接触者哦，隔离检疫。目前检验的结果有8个囡仔，有一个学生家长嘛拢胃着病。新北市一个幼稚园的老师确诊，这间幼稚园就需停课14天。暗号16128甲暗号16129是住伫土城的一对翁仔某。翁婿伫9月初4去互验出确诊 ，CT 值是24了后，因牵手嘛随风酷热隔离做采检。9月初5 PCR 阳性确诊 ，CT 值是17。7月份捌做过第1档的莫德纳疫苗。这个太太是一个幼稚园的老师，8月底小可伫咧扫，毋过伊也是去学校上课。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只要疫苗有够额，希望会当互老师做第2档的疫苗。如果没有施打疫苗的，我们都会希望他们在1个礼拜里面都要持快筛的阴性证明，我们都会严格落实来做要求。至于老师打第2剂，只要疫苗够，我们希望能够快速的给老师打第2剂的疫苗。暗号16129确诊了后，就随科的幼稚园内底42个囡仔甲10个教职人员，拢总是52个人。目前还阁伫咧等 PCR 采检的结果，也若感染源还阁当伫咧调查当中。目前在整个疫调的过程当中，现在还没有跟机师染疫的整个关联性有扯在一块。那我们会把疫调做得更详细、更落实。侯友宜强调讲，新北市的老师注射率有96%，若是无做疫苗的，都要有阴性的证明。另外，新北市嘛提供54000支的快筛试剂，只要学校的师生有需要，拢会当随时使用。若是人无爽快，嘛会当请防疫假伫咧厝里休困。记者综合报道。这打开下，就有一个中英技术的高中校生嘛胃着病哦，即马阁有幼儿园的学生啊嘛胃着病，学生请防疫假的人数敢会增加咧？桃园教育局是表示，目前是搁会统计哦。另外，拜5有发送110万的细胞简讯，拜6礼拜就有超过2000个民众主动去采检。中央航空标出3个机师，做过2档疫苗了后，也是确诊。其中一个医师因后生嘛确诊，后生读的北科附工是需停课14天。桃园市其他学校是正常上课。外界预估，桃园的学生请防疫假的人数会较侪。教育局表示，人数要持续伫咧统计当中。毋过顶礼拜开学3天，请防疫假的学生是伫咧1/1000以下，6都内底算少的。那根据我了解请防疫需求假的人数啊。那桃园在6都里面算是非常的少那远低于台北市，他们将近0.5%，也就5%。透早也未到9点，中立中正公园采检站就排百外个等要做 PCR 采检的民众，嘛有人是去病院做采检。顶一日中央发110万通细胞简讯，因为拄好是休困日，桃园这2天拢总加1076个人做采检，数量无增加了真凶。毋过有部分收到简讯的民众，因也是感觉真烦恼。你们是因为有收到简讯才来的？对。当时收到有没有觉得紧张一下？当然啦，会啊，那我们很多困扰，公司都马上叫我们停班啦，就不能上班啦，要叫我们休1个星期。那时候就有惶恐，回来之后跟妈妈讲说来采检。采检之后可以马上回学校上课吗？好像不行。要等报告2天，报告。因为简讯，然后因为广泛的这样发，有没有？大家都很恐，有点怕，你知道吗？我早上看好几个，他也没有症状，就来排队了。市长陈文灿表示，技术做过2档疫苗了后，要是确诊，即卖防疫就会更较严格，是采3个站面来防护，除了接触者集中检疫，航空公司甲学校的人员嘛全部做 PCR 的体检，还佫有根据社区的行踪发细胞简讯。伊强调讲，若是行踪有顶塔，并无代表讲就有近距离的接触。预防上简讯的通知是希望民众会当做好自我健康监测，若是有症状，嘛会安排工会来做采检。记者综合报道。非洲伫这病毒拖到台湾哦，中秋节要送礼，就爱特别注意，因为伫网络顶头买外国的麻肉这个产品哦，有可能会去买到疫区的产品，这是违法的。就算事先唔知影，嘛是违反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规定，会互判刑甲罚钱。趁中秋送礼时机，网络出现真侪夹单字野的广告，内容佫写家己是出名的饼店所卖肉素产品，一个无细意，消费者可能就受到欺骗。它的网页的内容呢，大多是简体字，那内容也是比较一个粗糙不精美的哈。
那也大部分这样的网站呢是看不到公司行号，或者是说它的联络的资讯，通常都是用赖的方式来跟业者下订。在网络上呢，不要购买这个来源不明的一些境外的含漏的一些月饼哈。为着防止非洲地这，转台东保处甲卫生局的人员总动员来稽查假送的商品。台南市卫生局表示，通常干那一夜的广告网站拢设置咧海外，真歹找到刊文的人，干那会当请警方进一步追查。而且对地这区买猪肉制品，已经违反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第41条。若家己进口袂当进口爱检疫的物件，通罚7年以下有期徒刑300万以下罚金。针对这件代志，台南市长黄伟德也谴责这款卖物件的手法。第一个呼吁中央警政单位向刑事局，他们网络巡逻上，对于这种一页式广告啊，如果发现付款方式很奇怪的，马上就要最好是把它联合金管会，然后把他的银行账户给封起来。在地方上，我们对于这种一页式广告侵害到农民权益、影响到消费者安全的这个部分，我们也会严加查。卫生局表示，针对这款假造是台湾制造，实际上可能是中国货的产品，关务署已经针对国外的包裹、货文等等来加强稽查，民众要注意避免买到来路不明的国外食品，那么有可能会违法。而且卫生局也针对合法平台顶面的商品继续监控，然后以输卖地这区的肉制品，也对刊文的人进行调查甲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政府加强咧查非洲地这源头哦，佮查到讲伫网络顶头有人假做是国内出名卖饼的店，事实上是卖国外进口的产品哦。农委会嘛呼吁民众唔通伫网络顶头买一寡来路不明的产品。请投入。看这个现胖的芭乐汁，强调讲有产销来历的产品，一定会当互消费者找到生产的农家，绝对安心。最近为着要防诈非洲低温，政府加强来查，所有一寡不法的业者引用一页式的网页的广告，假做出名的糕仔饼店，咧卖外国的肉制品，消费者一个无张持，才有可能购买到疫区的产品。类似的广告都是用悲情，然后农民的一些似是而非，甚至错乱的这样的图片，来诱导国内的消费者去购买。那我们这边再次的强调。我们会透过跨部会的合作，去针对一页式的广告来要求下架。也若讲进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伊去屏东视察，伊捌喙口仔咧讲点名潘明安来接后一届的农委会主委。虽然苏贞昌事后有背回讲，一直是咧照重陈吉仲，袂互伊离开。不过对媒体一直咧热咧甲问，伊就强调讲，即卖现在工作重点是全力来防诈非洲低温。这几天在屏东、高雄，那也到台南、嘉义。那这一个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非洲猪瘟守住，而且我们要让6400多场，每一场的畜牧场都不能沦陷。陈吉仲伊无想要讲伤济，强调讲为着要防诈非洲低温，相关单位嘛定期来公布遐个假的网页，佮讲行政院会下部会全力来加强调查，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港码头早起有吊车、兵车去缀着隔壁码头的货柜甲车辆哦，目前是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意外发生的原因哦，台中港务分公司嘛正在调查。远远的所在，请真济白烟，这是台中港的31号码头，透早9点40分左右，隔壁32号码头伫咧拆旧的天车，重量390吨的吊车，伫吊在天车的大梁的时阵，是毋知影什么原因，向倒落来。倒向隔壁31号码头地着货柜，还有作业的车辆。吊车就要紧，个人，即摆这边这个，迄边镜内底车迄挂菜机内底。现场的民众是烦恼讲，敢有人员受伤，然后发现除了有一名工人受伤以外，31号码头的天车的操作人员是去到地着当场无喘气，送医急救了后是宣告不治。那翻覆的一个过程之中呢，掉的东西呢，它去砸到那个他在旁边啊，这一个正在作业的跨载机的司机，那造成跨载机的司机呢，重伤啊。那这个吊车的那个司机呢是轻伤。
经营32号码头的长盈国际公司透早对此是无回应，敢若表示讲也是由台中港港务分公司对外来说明这事件的经过。经营31号码头的中国货柜运输公司是表示，各类了解现场实际状况，这意外原因，台中港务分公司还有劳检单位即马伫调查当中。记者张志雄、陈柏如、林建新台中报道。今仔除了各地山区跟西半部，爱特别注意轨道的对流会造成下大雨，嘛爱特别注意讲，目前位伫菲律宾海面上的热带系统哦，已经伫早起8点发展成做热带性低气压。目前哦，海面上是有3个低气压的系统哦，有可能发展成做风台，伫即个拜六礼拜影响到台湾。伫菲律宾东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16早起8点形成，目前伫海顶拢总有3个低压系统。气象局分析，因为规个大低压带内底扰动持续伫发展，无排除强度会增强做风台。不过，其中离菲律宾较近的这个低压系统，可能伫瓦落地了后就会减弱。因若离台湾较远的热带性低气压16，有机会伫拜六礼拜影响台湾。离我们比较远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它未来逐渐往东北方移动之后，可能会来到台湾东方的海面这个位置。接近的过程中，这个路径也还是有比较大的变数存在。气象专家分析，今年伫8月份有12个风台形成，比历史的平均值15个要较少。今年风台季还未结束，也是要特别注意。目前北边的冷空气已经渐渐咧形成，到月底开始，都有东北风的落南，到时对风台行驶的路线也有雨量，都会增加较侪变数。东北风南下，对于台风移动路径跟雨量的变数会增加许多。平常呢多做准备，把防灾能力呢较往常提高至少1到2成。气象专家提醒，拜一各地山区甲西半部都要注意过道热对流带来强烈的大雨。拜二到拜四，太平洋高压增强，转做是高温烧热的天气。为拜五开始，高压会减弱，会影响热带性低气压甲台湾之间的距离，加上海面热带系统互相影响，还佫有真侪变数。按算为拜五开始，宜兰、花东甲东北部的海面会先受到低压系统的影响，天气就会开始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伫初三宣布讲，顶限5倍券拍算要伫10月15开始发落，未付伫中秋节使用。台中有员工佮高饼业者今仔就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应该要提早发券，互因有生意通做，加减增加收入。营业时间门是关甲目睭睭。台中市太平上界闹热的树口商圈市草是真歹，业者讲新冠疫情2年落来，生意是落7-8成。那个牛排馆，他就跟我说，他掉了8成，然后还有我们很知名的米其林必比登餐厅鹏城堂，他也掉了7成。那你不能内用，然后他们本身也不是做便当的，他们真的很难做。烘焙业也受到蛮大的影响。那只是希望说，现在中秋节快到了，那希望政府的5倍券能够提早发放下来。早发放，早振兴。员工陆续甲做糕饼的业者排几排，话讲无法度搁等啊，因为行政院初三宣布，执行5倍券，按算10月15会发。不过即马中秋就要到啊，等5倍券发落来，中秋这波生意都已经过啊。业者烦恼这波振兴是完全未付期。中秋本来就是我们传统上大家送礼的大月啦，如果能够增添出来的话，刺激的话，我想我们可以恢复到疫情前面的荣景，而不止现在还是很低迷啊。有关商业同业工会认为讲，旅宿业伫疫情的影响之下，会当讲是上大声受到经济冲击的。振兴券虽然讲是振兴，不过嘛有纾困的性质。其实它带有纾困的性质，所以它越早发放的时候，可以降低我们业者的损害，然后也可以为减少未来纾困的规模。疫情唔知爱到伫当时才会结束，即马侪产业都期待复苏，希望政府会当听到因的心声，希望振兴的方案会当重早执行。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台湾的股市是真好哦，高雄的警方就查到一个诈骗集团哦，假做是投资顾问公司，宣传讲电动车的概念股是真有未来性，推销民众买还未上市的公司股票，短短3个月都有20人哄骗哦，诈骗的金额将近500万。冲入去诈骗基房的所在，高雄警方接到线报，查到设伫台北的假投资公司掠到15名嫌犯，因用话语洗脑被害人卖还未上市的股票诈骗。
机房成员随机拨打电话，假称投顾公司取得被害人信任，互相加赖好友之后施以诈术鼓吹该股票即将新贵挂牌，大幅获利，营收成长幅度惊人，配股配息等话术洗脑被害人，行径就仿若台版的华尔街之狼。鼓吹电动车概念股非常的好，公司营收惊人，甲每一张成本5万块的股票，用翻1倍以上的价值卖予被害人。诈骗集团甚至用员工旅游，鼓励成员做业绩奖励，短3个月成功诈骗20名被害人，诈骗金额将近500万。还有提到马斯克他们的一些概念，然后来鼓吹被害人相信说电动车将来是未来的主流，然后讲它的前景很美好，然后挂牌之后那个价格会翻倍之外，还有配股配息的部分。因为今年股市非常的热，警方嘛提醒民众接到征婚的电话，一定要纠正，避免投资陷阱，而且投资股票嘛应该找正当的管道，避免买到有问题的股票造成损失。警方嘛要厘清这间公司是毋是有涉案。记者李秀文、陈兴坤高雄报道。来看调查各位追查民进党立委林台华的政治献金案传出证人伫个侦讯结束，先煞甲闭路顶资料的影印本拢偷摕走，佮甲资料提去予林台华的服务团队。检调早起是约谈立委服务处姓林的主任到案来说明，法务部嘛强调讲，一定会追究责任。民进党立委林台华加入调查局南基站闭路外涉案，伊的服务处姓林主任互检调约谈，初六透早以证人身份到案，也毋过看到大批媒体低调踮伫车内，无愿意加做说明。主任可以简单讲一下吗？主任。关于事件，南基站追查立委林台华疑似涉及政治现金不法案，约谈姓陈的证人到案。约审结束了后，证人趁调查官无注意，偷早闭路顶资料影本，佫涉嫌通风报信。传出一直到林台华服务团队观测案情，南基站才发觉资料外流。那林台华是出名法冤枉，并被报道所指涉的偷笔录及通风报信之情事，更遑论有任何的施压关切之事。法官监视器的影像，林台华强调服务处讲，知影消息了后，主动联系调查单位，对指控一概否认。调查局第一时间也回应，相关责任由警方室调查处。不过，调查人员主动联系林台华服务处，表明市调处长要拜会立委，在侦查程序上敢是有纪律。这件风波继续拖烧，法务部已经下令尽速查明真相，将依法追究证人涉犯的刑责，佮会重新检视询问程序，敢是要检讨改进。另外，林台华敢是有涉及不法，也有待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开始做疫苗了后拢总有超过700例死亡案件，有一寡外国移工因为会烦恼，所以嘛唔敢去注射。民间团体嘛发现讲有一寡头家，医生移工注预防针了后，就算发现人无爽快，嘛是该继续上班，所以有真侪移工就规气无要去注射咯。咱国民众注疫苗了后，常常死亡的案件一直传出。读册了后，老台工作的印尼青年郭培利观察到东乡移工伫网络上会加速流传注疫苗死亡等资讯，地区心惊吓，注疫苗意愿低。群组有传说一些是打过后就有一些什么副作用啊，就严重的状况，对，所以造成他们就不想要打。郭培利伫理性基金会担任甲移工权益沟通的角色。也毋过，伊认为移工无愿意注疫苗，也佫有佫较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头家无愿意放假休困的压力。雇主还是中介就说你们是打之后，如果有什么副作用，有什么身体不适的状况的话，那你不能请假，你明天还要去上班。那你如果不上班的话，那你薪资会被扣，就让他们就不想要打。理心基金会指出，毋但工厂移工伫家庭看护方面也有同款的问题，建议移工注疫苗了后，头家也是爱放假。政府也爱监督善用长照休产服务，调度机构接护员前往头家的厝协助看护1、2天。李先也建议政府开放 NGO 开设注射站，
鼓励适龄移工出民族疫苗。如果我们在这个民间团体的这个据点来设这个施打点的话，其实应该是会相对信任度、可进性和方便性是提高的。劳动部劳法署回应，各县市卫生局会当主动配合 NGO 设立移工注射站，就按基金会当补助相关费用支应。另外，工厂移工会当比照咱国民众申请疫苗价，若讲头家拒绝，会当依法开罚2万至100万。记者综合报道。虽然防疫放令，也毋过8大行业对5月中开始暂停营业，嘛，阁还未当恢复正常哦。今仔早起有8大行业的员工，阁再出面呼吁政府的相关单位，应该赶紧来定出明确复工的条件，互大家知影讲大概什么时阵会当开始上班有收入。可是那些补助，我想请问，你停业4个月，你4个月我们房租不用缴，小孩学费不用缴。5月后天，因为为5月疫情3级警戒开始，8大行业都暂停营业到即马，收入无。也毋过家己爱饲囡仔，也爱应付生活开销，真正特别经袂落去。我们只是想要工作，我们要副业，你给我们补助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房租缴完，根本补助就没有吃饭钱了。每个行业都不应该被妖魔化，然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只是一个合理的工作条件。那我相信，只要开放一定的限制跟条件，我们都有信心可以做到。那我相信，我们都需要一份可以选择工作的机会。中业人员也讲，虽然政府开放申请纾困，也毋过想要领到纾困金，佫可能因为真侪条件限制，无法度清领。保证8大行业的范围，包括舞厅、舞场等领域，业者认为有真侪店家拢是互政府许可营业的。也毋过疫情降为2级警戒了后，未少项限制行业拢陆续复工，8大行业的禁令犹原无退。那目前疫苗施打状况？目前就还是有很多人还都没有拿到实名制、酒精消毒、生意采预约制的，同时段只开放一半的空间给我们营业，等到真的解封了，我们才全部的开放。8大业者找行动真情，行动主席吴成典也表示，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顶日表示，疫苗若讲达到60%的注射率，要复工会较紧。也毋过8大作业人员以少年族群较侪，按照目前注疫苗的进程来看，可能只会当高山高端，无其他的选择权。业者也希望政府会当协助因复工，佮定更较明确的复工条件，互大家依循，一定会尽力配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阿富汗的喀布尔机场，昨重新开放，部分航班又搁开始飞咯。美军撤军撤侨了后，阁有6台要载美国公民的班机，因为塔利班还未许可，嘛无法度起飞，变作是临时。另外，反恐军的领袖小马苏德昨嘛表示讲，欢迎塔利班透过对话来解决对阵。这乘客为喀布尔飞去赫拉德，顶礼拜喀布尔机场重新开放，这嘛是塔利班控制阿富汗，而且接管机场了后，头一届重新启用。因为过去这几礼拜以来，机场是规个乱糟糟。这届阿富汗上大的阿里阿纳阿富汗航空，开放往回喀布尔甲境内3省部分的机抓，是伫喀布尔机场雷达系统还未修复的情形之下起飞甲降落。联合国表示，这个机场是提供人道救援重要的基础设施。卡达甲土耳其组的团队的技术人员已经伫顶礼拜去到喀布尔，要做伙修复机场的跑道。不过，接落来敢有民间的航空公司愿意开始载人客做生意，也要观察。美国撤军撤侨了后，到今还是有少数的美国公民滞留伫阿富汗。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议员麦考尼表示，有6架载美国公民甲阿富汗口头翻译人员的包机，已经伫阿富汗第4大城马萨里沙里夫机场停歇几天啊，袂如是变做人质共款，因为塔利班唔放行。Taliban will not let them leave the airport, and that's my concern. Is they're going to demand more and more, whether it be cash or legitimacy, as the government of Afghanistan. 机场一个无愿意徛名的工作人员讲，塔利班无想要互包机离开，因讲要检查飞行机顶乘客证件，内底有真侪人无护照或者是签证，
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还佫伫咧了解当中，会要求塔利班爱照聘照行，互美国人自由离开。另外，塔利班甲反抗势力最近交战是真激烈，伫政势要无明朗的情形之下，反抗军阿富汗民族抵抗战线的领袖小马苏迪表示，欢迎塔利班展开对话，结束对战。伫进前，宗教学者呼吁塔利班接受协商，才互伫咧邦吉下省的战争会当结束。不过，塔利班针对这点是也无回应。过去塔利班甲反抗部队几啊届谈判，双方拢伫咧互相批评对方，是拢不甲真无欢喜才收煞。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西班牙顶礼拜举办疫情发生以来头一场的喷雾节的活动哦，伫首都马德里附近的一个钟头举办，也毋过因为疫情哦，观众是限制1300个人。另外，意大利的威尼斯赛船节嘛，伫今年的9月份头一个礼拜日来举行，现场嘛有几啊百个人来看比赛。雾港伫个街路顶悬起龙，头前的人好热甲真重。西班牙的喷雾节，初五伫个马德里附近的小店来上场。这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头一摆来举办喷雾节，不是个防疫也是要求甲真严格，要入去现场都要出示证件，互工作人员来插队。Tienes que sacar una entrada con código QR, presentar el DNI y te dan una pulserita para correr, para que estés localizado. Ha sido muy bien y sabiendo que habiendo controles y la gente respetando se puede hacer todo tipo de encierros, cualquier evento taurino. O sea, no solo no es tener miedo, que y respetando las normas, las leyes, se puede hacer. 今年喷雾节活动对初五开始一直刷咧到12，逐工拢有开放900个人走伫个牛店的头前，民众嘛限制伫个13人以内。不二个，这几年来反对喷雾节的声势是愈来愈大。根据一份民调的显示，有47%的民众赞成禁止斗牛，反对禁止的人嘛有18%，另外有37%的人反对，不过无赞成禁止。五花十色的烟火，甲暗暝照甲光莹莹。原本伫3月举行的瓦伦西亚火节，受到疫情的影响，延到这个月初5才上场。不二个伫活动期间，要是强制民众都爱挂喙嗡，而且伫反正1点都爱实施宵禁。镜头甲驶来到意大利，这嘛是疫情了后头一摆来举办，还佫有伫威尼斯传统的赛船节。Il Covid non limita queste cose che per fortuna quest'anno le hanno aperte al pubblico e che quindi comunque è un limite ma non un limite, insomma. Chi vuole lo si può lo stesso entrare nel vivo della regata storica di Venezia e tutto quanto. 威尼斯的赛船节是全球有名的各船比赛。当年这个时阵，这座老水基城市就展现出色彩缤纷的景致。今年的活动嘛，成数百人来参观。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云林县政府今年要甲金门酒厂合作，要种高粱。土库农会是一来上百位农民，拢总要种88公顷的高粱。除了会补贴农民哦，主要嘛是讲希望讲会当来减少抽地下水，来控制高铁地层下陷的问题。打种落高粱只要3个月就会当收成，而且规个成长期只要灌溉一遍就会使。甲种稻仔比起来，会当省超过9成的水。为着对付极端气候，搁有预防高铁沿线地层搁在下陷，最近有真侪土库的农民，满当拢改种高粱。在前几年也没有下雨的状况，我们有试过没有灌溉，对啊，它的收成量、产量也不会相距差太多，对地下水绝对是有帮助的。为着防止高铁沿线地层搁在陷落。云林县府今年甲金门酒厂合作种高粱，由土库农会找900位农民，拢总种88公顷的高粱。除了中央补助10公顷4万5，云林县府佫加发1万，另外佫有绿色补贴5000块，加起来10公顷计共补助6万。高铁沿线为了防止地层下陷的做法来推广，那由园长土库湖尾的。高铁沿线都有种植，沿岸那就是有省水的作用，不必让农民再抽地下水。土库农会表示，为着推广种一寡较无重水的农作物，不过嘛无希望农民全部拢种土豆也是蒜头，才袂因为产量低继续受到影响，所以才会甲金门酒厂合作来种高粱。除了会当保证农民收购的绩效，嘛会当减抽地下水，避免地层下陷的危机搁再扩大。
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政府伫3冬前准备要开发治本湿地来建造供电专区哦，也毋过引起当地部落的抗议。厂商签约到大，土地嘛还未完成变更，合约嘛已经延过2届咯。最近又搁要申请延第3届哦。部落的代表嘛搁去县政府抗议，因要求讲应该马上来解除合约。比兰佐卡大地部落传统3大家族领袖再度前往台东县政府抗议，因为因的传统领袖治本湿地第3年前由县府甲厂商开发供电，伊合约规定要处理部落资商同意的程序有欠点，部落一再抗议，而且厂商交代还未依照合约规定处理土地变更，一再以未当归责伫双方的理由顶延合约。今年4月申请的顶延合约半年的期限要到啊，最近厂商阁向县府送出顶延申请，部落非常不满，要求县府改约。停止展延，不要再一味的在自己做主张，就不能说哦，因为这个部落今天跳出来说这个决议有瑕疵，那是不可以归责于他们。这个其实是在合约的解释上面是不构成的。台东县政府强调，治本供电开发案一切依法行政，佮兼顾部落权益保障，会督促厂商依合约处理部落动议。我一定会依照相关的规定相关的法令依照也会遵守延期法的相关规定来执行办理。顶个月，内政部区审会委员才到治本湿地会勘，受到部落主动抗议。这个月初10，才要进行头一摆专案会议。部落认为，处理部落资商同意权欠点已经伫法院审理，经济部的电业开发许可也暂缓审查，呼吁县府赶紧解除合约，避免讲变成美丽湾第2，搁爱赔钱予厂商。记者综合报道。国家卫生研究院上新的研究发现，讲治疗武汉肺炎的瑞德西韦佮健保有几乎使用伫预防器官移植白体的免疫抑制剂哦，宽保素，这2款药啊做回来使用治疗武汉肺炎的病毒，效果是真好。那么做回来了解。经过年外对抗，国内对新冠肺炎确诊者的治疗甲预防，嘛慢慢发展出一套模式。即马国卫院上新的研究发现，讲治疗新冠肺炎的瑞德西韦甲健保给付用伫咧预防器官移植出现白体的免疫抑制剂宽保素，2个做伙使用，会当压制新冠病毒的病毒量，嘛降低细胞激素风暴的发生。轻症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些类似也是类固醇之类的东西，你可以治疗。可是在住院的病人里面，瑞德西韦的疗效因为有限，所以我们认为说，如果还要加上一个抑制剂，是可以抑制这些细胞风暴的反应的话，2个就不是1+1等于2，而是1+1大于2。国卫院表示，瑞德西韦虽然是全球头一个得到美国 FDA 核准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药啊，不过伫咧临床的伊的作用机制并无解决新冠肺炎疾病发展的细胞因子的风暴，而且过去的研究嘛发现讲，伫咧患者体内细胞激素 IL6是疾病发展的标示性预测因子，所以研究团队针对国内2000多种健保的药啊来做筛选，发现用伫咧预防器官移植白体的免疫抑制剂宽保素，甲瑞德西韦做伙来使用，会当更加有效来降低病毒量，甲产生 IL6。其实就是一种免疫抑制剂，它是移植的病人常常在用的一个药，就是让我们不要去排斥我们移植的器官，所以它其实就是压制免疫反应啊。任何压制免疫反应的药呢，用在第2阶段，就第2周呢，其实都会产生效果的。国卫院强调讲，宽保素是目前的药啊内底，可能会当缩短临床的时程。只要收治患者医师评估使用，都有机会进一步伫咧人体内验证，会当应用伫咧中度或者是重度的患者，将做治疗新冠肺炎确诊者一个新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主计总处公布10年一届的人口甲主体调查，发现讲因为现代人加班结婚，佮有咱社会人口高龄化影响，一人一户的情形这10冬来增加455000户。这个调查嘛发现讲，无人住的厝有1664000户，空厝的比例得要2成。主计总署发布讲，平均10年调查100个人口甲主体普查，统计结果是发现109年主体总数有899.2万间，其中166.4万间是放咧用的主体，10年来增加10万外间，占全国主体总额的18%半。其中罕咧伫大的有5%是，目前还佫无咧使用的有13%。
过去营建署有发过新闻稿，台湾没有什么囤房现象啊，他不觉得这个问题是严重，是不是能够透过这一次的数据囤房税这个机制来解决？基础正义公民团体认为讲，台湾的房价真悬落袂落来，不过人咧用的这个厝刷咧真济。过去营建署公布讲，空屋率主要是伫个这个建商大量推售案出来了后，遐卖无出去的厝，也就是一般所讲的空屋。逐个月因的平均用电数伫60度以下，这几年来空屋率一直维持伫个10至11%这卡兜。不过这边人口甲主体普查，人咧用的主体调查发现讲，其实有超过13%。认为讲政府都要注重，唔通来轻视这个囤房的现象。建商或者是开发者一直盖的话，市场的游资过多，投资的用途为主，比较没有考量到是真的居住的用途。另外，主计总处这边公布国内家庭形态的调查，以爸母甲还未结婚的子女因组成的这款徛家上济，发现讲这款孤亲户有208.5万户，10年来有增加45万外户。主要是受到较晚婚、少子化甲高龄化社会影响，其中台湾已经真紧就踏入去高龄化社会。去年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来到有367.1万人，10年来增加122.6万人，成长的速度超过5成以上。就是人口老化，再加上离婚离婚率的增加，再加上丧偶、不婚，还有北漂。学者表示讲，国内高龄户的成长真紧，特别是这个独居的老人的问题。到114年，台湾老人的人口就超过总人数的20%。政府都要注重专业照护甲社会陪伴者的福利政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金蕉哦，唔那是水果，嘛是世界上真侪国家民众的主要粮食，品种是有800款哦。咱台湾屏东哦，都有一间金蕉研究所，保存全世界的金蕉品种哦。唔那有这的金蕉，阁有提供欣赏会开花开甲真水的金蕉花，目前嘛已经收集230多种的种源咯。金蕉是咱台湾人日常生活当中真好买到，阁好食水果。毋过，除了市面上常看到的白蕉、芭蕉、甲粉蕉等等，你阁有看过倒几款？伫屏东九如有一间金蕉研究室，除了注心改良金蕉，栽培更较适合种伫台湾的品种，嘛用心咧保存全世界的品种，目前已经收集230个种源。那香蕉研究所这几年除了我们在发展这个华蕉的品种之外呢，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一些多元而且很特别的，像这个兰屿蕉啦，还有合掌蕉，以及我们在东南亚流行的这个主食蕉，像萨巴这些品种呢，陆续推出在国内种植。其实金蕉唔敢若亲像咱台湾会当做水果食，袂少非洲甲东南亚等等的国家，金蕉是因主要的粮食。金蕉研究室嘛当咧推测伫台湾，种迄寡适合摕来煮食的金蕉。毋那安尼，有一寡品种的金蕉是袂用你食的。毋过，这款金蕉的花通常会开甲特别水，色水侪形体嘛无同。所以金蕉研究室嘛有一块园区，专门咧培养这款摕来观赏的金蕉花。是佛教的圣花地涌金莲，又称千瓣莲花目前呢，我们大概植株种植一年之后呢，它会开花，花期长达240天。所以这个是我们观赏蕉里面最特殊的一个品种。因为金蕉伫台湾真普遍，虽然可能无感觉到伊的珍贵，不过金蕉是全球第4大作物，是几落亿人主要的粮食。所以金蕉研究室嘛加入比利时的保种中心，除了保存金蕉的品种，嘛毋忘找到对抗金蕉黄叶病的方式，帮助更较侪农民。记者综合报道。即马长时间的戏剧《斯卡罗》内底有真侪场景，拢是伫屏东去的。屏东总图书馆的4楼最近嘛展出《斯卡罗》的戏剧影像展哦，一直要展到10月24。有真精彩影像的记录，戏内底的道具伫展览中嘛拢看会到。公司出的戏剧《斯卡罗》一放送，就引起讨论，尤其内底山水绝景，使人赞叹。毋过你敢知影，内底多数的场景是伫屏东所翕的？即马屏东县府也和电影公司合作，伫屏东总图书馆的4楼举办斯卡罗的展览，展出戏内精彩的相片，佮有一寡戏剧内底的道具。
是我们精挑细选了大概58张的剧照，然后还有演员的戏服跟戏里面像是李先德他饰演的将军，但他为了要找寻部落，所以他有一些制图工具啊，还有一些像是探险家的一些配件，对，我们都会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来作为展出。斯嘉鲁是对陈耀昌所写的长篇小说《咖喱花》所改编的。故事在讲1867年在恒春半岛发生的 Raver 号事件，其中牵涉复杂的种族关系。即马这段过去无受重视的历史，通搬做戏剧是真有意义。尤其展览伫事发地点的屏东来举办，正适合哪看展览哪怀想历史。那这个事件呢，是台湾重大的历史事件。那我想也是每个台湾人必须知道的台湾历史。那希望能够借由这一档展览，让民众更了解屏东的多元历史跟台湾的文化。斯嘉鲁的展览等到10月20日，虽然因为疫情无法度办伤济现场的活动来推广，不过伫9月11日这天，会伫屏东图书馆来办见面会。记者综合报道。澳洲有真侪女性袂晓骑脚踏车，堪培拉有一个组织哦，专工设计一套免费的课程来教这个查囡仔骑脚踏车，学晓了后，佮会免费送因一台。爱因斯坦捌讲过，人生就敢若骑脚踏车，就一直向前，才能保持平衡袂跋落。毋过，确实若无骑过，也无法度体会。有真侪来到澳洲的女性难民，像来自肯亚的瓦夫拉，自细汉拢毋捌骑过脚踏车，因老爸脚踏车也是袂卡的，到54岁才学骑脚踏车。伊即马是非营利组织 Girls on Bikes 的脚踏车老师。So happy that I'm able to teach people something I thought I could never do. Girls on Bikes 创办人费雪，伊当阵搬到坎培拉时阵，发现有真侪查某囡仔，因为成长的背景等原因，袂晓骑脚踏车。伊家己本身就真爱骑脚踏车，就出来推广，当时学骑拢无算晚。How difficult could it be to teach adults how to cycle? And it was really a learning curve at the start there. 对真侪学员来讲，学骑脚踏车是一礼拜内面真少会当为家己做代志的时间。You're really vulnerable, you feel out of control. So a lot of it really is about building confidence. It does stop you from trying to achieve it. Even when I think that I've got the balance, it's the fear that makes me fall. 马太伫少年时阵无机会学骑脚踏车，我50岁才开始学，想要甲厝内人甲朋友自然享受骑车的趣味。Friends that I've met after I've come to Australia, I know that they've all grown up riding, and so they're comfortable. So I just wanted to be part of it. Girls on Bikes 提供5礼拜免费的学习课程，2017年成立到即马，已经帮助过150位女性学晓骑脚踏车。第二课程结束了，甚至会当摕到一台社区管的脚踏车，开始享受骑车的趣味。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3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